文台最新風暴消息。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，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本港吹西南風，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颱風天兔已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。喺上午6時，天兔集結喺香港之西北約160公里，即係北緯23.4度、東經113.1度附近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2公里，橫過廣東西部並進一步減弱。現時本港部分地區仍吹烈風，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將會維持一段時間。天兔嘅雨帶正影響廣東，會間中為珠江口一帶帶嚟烈風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同天兔相關嘅烈風範圍會喺早上稍後離開珠江口一帶。如果本港各區風力減弱至烈風程度以下，天文台會考慮喺早上10時或以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請市民留意最新嘅風暴消息。呢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。早上6點，雷霆881新聞報導。依家由林志偉報道新聞。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宋文娟話，天兔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，同天兔相關嘅烈風範圍會喺早上稍後離開珠江口一帶。如果本港各區風力減弱至烈風程度以下，會考慮喺早上10點或以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係現正生效㗎。咁從個衛星影像咧，見到其實天兔咧喺尋晚咧都有啲減弱㗎啦。咁喺今朝早6點嘅時候咧，就減弱成為一個強烈熱帶風暴㗎。喺今朝6點鐘咧，佢就係集結喺香港嘅西北160公里，預料繼續向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動啦。咁咧就係進一步會減弱㗎。咁喺過去1個鐘頭咧，其實仲係有一啲地方咧係錄得烈風㗎，譬如話青州啦同埋昂坪啦。咁所以咧8號信號咧會維持一段時間。從個雷達影像咧可以見到咧，同天兔相關嘅外圍雨帶咧一路係影響我哋㗎。咁而喺南邊咧，仲有一條雨帶咧挨近，咁呢啲雨帶咧都會為珠江口同埋附近一帶咧間中係帶嚟一啲烈風㗎。根據目前嘅預測路徑咧，同天兔相關嘅烈風範圍咧，預料喺今朝稍後咧就會移離開珠江口一帶㗎。當本港各區嘅風力咧係減弱去到烈風程度以下咧，天文台就會喺今朝10點或之前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㗎。咁請市民呢留意住最新嘅風暴消息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：香港鄰近海域、汕尾以南、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烈風；南澳以南、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。天氣概況：颱風天兔已經減弱為一個強烈熱帶風暴。喺上晝6點，天兔集結喺北緯23.4度、東經113.1度附近，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係每小時110公里。預料天兔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2公里，橫過廣東西部。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：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7至8級，初時達到9級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巨浪，漸轉大至非常大浪。其後48小時嘅天氣展望：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，初時達7級，初時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。華南陽角站最新天氣報告：雲南島吹西南風7級，能見度8公里；汕頭吹東南偏東風2級，能見度12公里有驟雨；東沙吹西南偏南風4級，能見度10公里；黃茅洲吹西南風5級，澳門吹南風3級，能見度2000米有驟雨；西沙吹西南偏西風5級，能見度20公里。天文台最新風暴消息。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，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本港吹西南風，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喺上晝7點，強烈熱帶風暴天兔集結喺香港之西北約180公里，
即係北緯嘅23.5度，東經113度附近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2公里，橫過廣東西部，並進一步減弱。隨住天兔遠離香港同埋減弱，本港風勢正逐漸緩和，但同天兔相關嘅一道雨帶正移向珠江口一帶，預料會間中為該區帶嚟烈風。根據現時嘅預測路徑，同天兔相關嘅烈風範圍會喺早上稍後離開珠江口一帶。如果本港各區風力持續減弱至烈風程度以下，天文台會考慮喺早上10點或以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請市民留意最新嘅風暴消息。呢一節風暴消息報告完畢。7點正，天氣報告。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，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，吹烈風程度西南風，稍後風勢逐漸緩和，密雲，有狂風驟雨，初時雨勢頗大，同有幾陣雷暴，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，最高氣溫大約28度。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逐漸緩和，雨勢減弱。天文台喺上晝6點55分發出雷暴警告，有效時間至上晝8點半，預料香港有幾陣雷暴。依家氣溫25度，相對濕度90%。晨早新聞專輯，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。今日係9月23號星期一，主持呢節晨早新聞專輯嘅係林志偉。首先係新聞提要：天兔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，天文台話會考慮喺早上10點或之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學校今日停課，國泰港龍中午起陸續恢復航班服務。天兔橫掃廣東，已經造成最少21人死亡。詳細嘅新聞內容。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，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宋文娟話：強烈熱帶風暴天兔遠離香港及減弱，本港風勢正逐漸緩和。如果本港各區風力減弱至烈風程度以下，會考慮喺早上10點或之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颱風天兔呢已經係減弱為一個強烈熱帶風暴。咁喺今朝早7點鐘嘅時候，天兔就係集結喺香港嘅西北約18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2公里，橫過廣東西部，並且進一步減弱㗎。隨住天兔遠離香港呢，同埋減弱，本港嘅風勢呢正喺度逐漸緩和。咁但係同天兔相關嘅一啲雨帶呢，正係移向珠江口一帶，預料咧會間唔中為該區帶嚟烈風㗎。根據而家嘅預測路徑，同天兔相關嘅烈風範圍會喺今朝稍後離開珠江口一帶。如果本港各區嘅風力持續減弱至烈風程度以下呢，天文台會考慮喺今朝10點或之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㗎。天兔吹襲本港期間，有13個市民受傷，7人需要留院。深水埗同屯門分別有水浸報告，但亦都有唔少人到海旁親身感受風力。有人不時被風吹到差唔多跌低，但仍然話唔怕危險。天兔喺尋晚已達到14級嘅中心風力，喺汕尾附近登陸，喺廣東省造成大範圍破壞。到凌晨已經導致最少21人死，其中汕尾13人、汕頭4人、揭陽惠來縣2人、潮州市豐溪區1人、河源市紫金縣1人。喺天兔登陸嘅地點汕尾，尋日起已經風雨交加，當地街道周地係樹枝樹葉，有貨車吹到翻側，司機困喺車廂，多區停電。有汕尾酒店職員話，全市陸路交通停駛，連酒店亦都只能夠靠備用水電維持服務。8、9點鐘的時候比較厲害，現在已經有點恢復平靜了。不過外面是風雨比較大的，就是下雨下得比較大，也幫會有陣風的話是全市停水停電的。現在的話有一部分地方正在恢復。我們酒店的話都是靠備用電源跟備用水來使用的。喺汕頭，各地普遍落大雨到暴雨，大量樹木吹冧，有地方仲出現海水倒灌險情，水深及膝。有老人被困屋企，要由人員出動橡皮艇救援。
蠔崗區達豪古城強風吹冧一棵百年老樹，壓中坐電單車經過嘅一家三口。揸電單車嘅爸爸同後座嘅女被砸中頭身亡，女同母親就送到醫院搶救。喺揭陽市，天兔帶嚟大風大雨，蔚來縣有工地板房吹到揭開，全縣停電停水。靜海鎮有居民玻璃窗被吹爛，玻璃碎片插中一名村民嘅心臟，佢經搶救無效死亡。省委書記胡春華尋日傍晚返回廣州，主持省三防總指揮部會議，研究部署防風防汛工作。氣象部門預計，天兔係近10年嚟影響廣州嘅最強颱風。國家氣象台指，到今朝6點，天兔喺清遠減弱為熱帶風暴，預料下午移到廣西。今日廣東、廣西、湖南、福建、貴州都會有大雨到暴雨。商業電台記者潘子謙報道。